隨時適用的話，詩篇119篇15至16節。我要默想你的訓詞，重視你的道路，我喜愛你的律例，我不會忘記你的話。詩篇第22篇係寫於耶穌被釘之前嘅1000年，喺波斯人發明十字架呢種酷刑嘅幾百年前。但係喺呢個有關彌賽亞嘅詩篇中，我哋睇到不可思議嘅細節，明確咁樣描述咗基督喺十字架上所忍受嘅痛苦，佢垂死嘅時候所講嘅話。正如預言所描述，呢個詩篇嘅第一節話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第31節嗰度又話：這是他所作的。類似於約翰福音19章30節，耶穌凱旋咁宣告成了。呢篇大衛嘅詩篇由開始到結束，預言咗呢位大衛子孫生命終極嘅時刻。以聖潔無瑕無罪嘅神羔羊嘅犧牲作為罪人們嘅救贖。當耶穌被掛喺十字架上時，佢似乎係喺度默想住呢個詩篇，或者佢事實上係由頭到尾咁背誦咗整篇嘅經文。畢竟用經文回應生活，似乎就係耶穌嘅處世模式啦。我哋知道，當佢喺曠野受試探嘅時候，當佢回應對手嘅問題嘅時候，又或者當佢教導門徒嘅時候，全部都用經文嚟做回答嘅。咁樣，當佢為自己流離失喪嘅子民嘅罪而受苦嘅時候，佢又點會唔浸潤喺經文之中呢？呢個相關於背誦同埋默想經文嘅重要性，對我哋嚟講係幾咁緊要嘅提醒啊！特別係喺危急同埋受苦嘅時刻，我哋嘅心如果充滿神嘅話語，將可以教導嘅真理放喺心中。當我哋喺痛苦嘅現實之中，佢嘅話語將自然咁樣浮現。神嗰份偉大、奇妙、永恆嘅真實觀點，就嚟引導同埋安慰我哋。當面對痛苦或者困難嘅時候，你嘅思維係咪好快咁樣就可以同神嘅話語連結呢？今日你要點樣刻意咁樣去花時間默想主嘅教導啊？求聖靈幫助我哋。阿門。